后来针对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伫做桃园市长的任内涉嫌贪污，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今仔日压料，讲郑文灿就是讲收钱办事。黄国昌提出着一张桃园市政府举行华雅科技园区扩大案的会议记录，质疑郑文灿都是甲华雅中卫区的主委廖俊祥共收500万，才会替伊来开青灯。不过这检调也咧厘清着案情，民进党的立委嘛呼吁讲，唔通来喷政治喙烂。时任的桃市长郑文灿参加华雅科厂商的座谈会，做伙摕好彩头的，就是理事长廖俊祥。如今因为牵涉到贪污的风波，廖俊祥羁押禁见，郑文灿也牵涉在内。把整个时间轴全部整理出来。2017年9月的时候收了钱，收了钱以后啊，郑文灿很认真啊，收钱是有办事的哦，马上亲自主持会议啊，提供贴心的服务啊。山坡地解编，我来处理；最大的地主那个寺庙，我也来出面处理。第3个最重要的，我要跟行政院争取，你们这边的这个农地啊，我要争取核定为国家重大建设。黄国昌提出会议记录。2017年，也就是106年9月，伫桃园市府开会讨论，港澳工业区扩大变更会议主持人就是郑文灿。会议结果特别讲到，要和行政院争取核定国家重大建设计划，点出关键的9.11公顷农业区列入计划范围，佮写讲爱以市地中卫方式开发。每个人都变成了办案天才，真实的状况，我讲检察官会查得很清楚了。民进党的立委讲，要到3天暗砍，嘛未将代志闹大。也毋过针对这件事件的头尾，敢真正有送500万，甚至根据周刊的报道，钱搁藏伫倒啊卡。这部分检察官会一并了解。全面调查了解真相，多等找出各种事情和案情水落石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